AI 目前伫咧各种产业拢有多元的应用。新北市教育局推动未来科技人才链的计划，教育局甲半导体、能源、AI、无人机等等的课程加入新北16间职业试探加体验中心，希望要互咱台湾的学生囡仔呢，会当事先掌握到未来的产业趋势。 用茶夹啊倒出来电真悬，因为未来伫咧新北市的职业探索中心，要教国校啊到高中的学生，用简单的方式来学习半导体的相关课程。现场嘛邀请研究半导体的教授专工来指导，栽培未来会当开课的师资。电晶体的结构对孩子是难的，所以我用乐高这样的方式让孩子去操作，去自己组合一个电晶体。那我相信做过的他就知道，哦，原来结构是这样子。 这是州树国际实创高中和新北市教育局合作打造的职业探索中心，全新北市拢总有16间的职业探索中心，开设伫咧无共款的学校内底，拢总有开7类的课程，有工业、商业、农业等等。国校啊到高中的学生拢总会当报名参加，其中州树国际实创高中这学期嘛伫咧工业项目加入半导体课程。通常职探中心都是学校报名，那学生的话，有些人就是对特别的职群会有兴趣，有些就是来了体验，他没兴趣，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他知道他不适合这一条路，他可以往他更喜欢的地方发展。那最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课纲其实不会太大改变，但是其实可以透过弹性课程以及自主学习课程融入我们现在的新兴科技。 新北市教育局会推动职业探索中心，主要是要让学生会当对职业有更较侪了解。像瑞丰高中有无人机课程，新北高中嘛有机器人课程，希望透过教育会当让学生对未来要选学科更较有概念。记者戴阿双、柯敏哲新北报道。